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我们如果好唐人讲古、讲故事，对故事当中谈的到骗人对生命的态度，也是在大部分的反省人类如感觉宝贵的价值。透过分享故事，也块土地方的情感记忆也够多的。屏东县政府配合文化部的国民记忆库台湾故事岛一个计划，熟悉的屏东县各个位所感动人的故事。谈判的资源图书馆的活动，邀请故事主角去到各乡镇分享因哋嘅人生经验，透过谈同讲的互动，交换起共同嘅生命记忆，也鼓励民众讲出自家嘅故事，留下丰富嘅记忆资产。我有老师面日本式建筑地碑，社会主人我优雅为泡茶，社内主人睇顺头太古琴，以下为贵建府就该有日文意思。茶店主人王家人结束嘅20年空军嘅生涯过后，屯家为乡下经营茶店，推广茶艺文化。关于茶的话，我觉得那是纯粹是兴趣啊。因为我在屏东空军基地服役的时候，那时候就会利用下班或者闲暇的时候，喜欢喝茶，会到处去找茶，甚至找茶具等等。两公婆市的八个湾屯屏东市丘的建村宿舍，不摆做个有老师米饮茶的素材，打造出舒适轻松的环境，为同共用好饮茶的人分享茶文化。我觉得借由茶可以让每一个人在每一天工作劳累之余有一点点沉静的时间去面对自己。那借由这个时间，你在面对自己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说，其实生命中有很多事情可以再去在意的，不单单只有工作。石块该规律的烤灯，从咩咧发出规亮嘅声。蔡米平屯先生扶琼州2-3年，该丢搭嘅提边做门了。我哋做安尼门脸你从我公公婆婆嘅接触的，嘿，亲麻烦的你讲清楚。比如说剖啊、刨啊、筛啊，分啊。轻度反反复复的安尼啦。两摆客家中差不多家家户户，如果睇门头雕竹边的门脸，一下安尼纯属工作的做门脸手艺已经改罕见咧。因为个少年爱，韩国好事好工，差不多无人肯继续做。蔡米平屯先生传嚟阿爸的手艺，不过门脸好，再也看唔到复杂的丰富的图诶。我哋花都抢法，伊花有嘅黄跟黄。我哋同人客讲我哋同人客讲，如果人愈稀嘅贵稀嘅嘅调嘅愈同嘅贵稀，腔下贵稀嘅安尼愈无调嘅安尼。你普罗街地方有一个细细嘅东城公园，顺后中嘅客家文化，为到嘅维护情感。沙期居民还会不停时来割草、变数。虽然28岁都嫁出去，但是我哋因为嫁改权啦所以可以讲米如果再冇嫁，等于讲冇嫁出去一样嘅啦。睇你普罗街出世嘅吉丰兰，做得讲起老家嘅模样。意外家业，你普罗街也飞，从此家业属乎老家嘅行列。因为也是喺我生长嘅地方嘛，我睇下睇嘛，所以我童年，可能童年我睇下歌，我記得我哋玩些時節，隔壁鄰居真是一種感情改好啊！有一個沙期地方，他跟人都守望相助，有乜個困難，一講有乜困難，其他人都會同他出來傾訴啊！本人嘅啊，那個落錢啊！老街巷還有嘅90歲嘅舊娘阿婆喬小珍，20多按到歲嘅人生故事，用嚟講未講唔hết。我哋那個宗教嘅人信嘅其實都100年前啊，來台做啊，其實家哋做酒，
酒啊，安尼个米酒啊，自家摕去做摕去卖安尼。日本数位禁止私人居酒，团内嘅加速事业，里面因为老界发展办法通，家传数语又在个月每月接触，替老界做酒酿生意。我自家啊，原先啊，我有说过我妈妈那个酒酿、酒糟啊，都免得讲来做酒糟卖，可能是那样的。我都教我妹个都安尼做，你安尼做。这个尽量做，提去研究都是，我说本人试可能是呢，不错哦，个顺口哦，安尼啊，都爱妹开始都做生意，卖那个酒酿安尼啊。讲法很清楚，台上嘅酒酿阿婆前那个，讲一般小世界的事情，他家都会哈哈太那。台湾说嗰个头饰。头饰酒酿啊，伊调工试下去，哎呦，安尼试到酸酸又甜甜啊，毋伫得讲啊，伊迄试过迄位个那个毋伫会酿啊，咱不管伊，反正都是有时伊调工啊，我说又再试单哪里面搞不到，无试了安尼，都出去，有从那个生意有得搞得了伊都，结果都好老远个。好多月安尼都分次的免结婚，安尼个连三年有看到安尼，哎呦，一些人用安尼免结婚啊，可能怕发烧哟，可能怕感冒哟。即有去同阿妹讲，阿妹啊免结婚哦，可能怕感冒诶，发烧诶，免结婚。阿妹都知道，有啲头饰的，有啲头饰就用诶安尼。推广产业文化的王家业，接加关中文念书业菜米品，还有尼普罗街苏富沙区的怡丰兰，传承家传书业酒酿阿婆有小镇，一条去品上3-5平方米生活的故事，就数6条国民记忆库台湾故事岛，透过一等分享自家的故事，表现出屏东人在亚地土地上的情感记忆。虽然它是一个小人物的故事。但是我们让他从守护山林，守护我们的文化资产，守护我们的财产生命，这样的观点来找这些人。当然也有很多是老产业，就说他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世纪的路，但是慢慢的是衰退，然后最近因缘际会，经由自己的坚持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意志。他能够等到这个产业透过文创价值，或者是透过其他的街区振兴，他又能够在这里找到定位，然后重新出发。屏东县政府文化处配合文化部国民记忆库计划，除了用养音塑料各个素材去感通人心的生命故事以外，还推出真人图书馆的活动，邀请16个故事主角巡回乡镇图书馆，同乡亲面对面分享人生故事。这今天有2本哦，2本是什么呢？真人书，这2本书非常的精彩。今日万万图书馆推出90岁酒酿阿婆有小镇，尼普罗街怡丰兰2本真人书。同小学生面对面，一场精彩的故事分享就闹热登场。讲到欢喜的素材，就用阿婆和葱的日本国宝，学生的腾腾打破的真欢喜。小学生咪唔用过同真人书面对面的喊得机会，希望酒酿阿婆好酒酿歌唱同日本书的经历。我感觉阿婆真厉害，我酿酒阿婆从小就吞牙加阿妹好酿酒，因为趁他妈妈不在的时候，我调试给酒。
阿婆她跟我们讲说，就是在以前日据时代的时候，就是那个美军都会来轰炸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都会来轰炸什么的，然后他会做那个酒酿。感想嘛，就是我们现在很舒服，那个以前的人很悲惨，都要躲那个炮击啦、枪击。那我们希望借由他们的人生故事的一个分享，然后能够激发很多来听故事的人，他们说不定也愿意说上一段自己的故事，所以才会去推真人图书馆。真人图书馆发通现场含有少故事的pan卡，鼓励特产人讲出自家的故事，透过云端分享给大家。我们在推真人图书馆的时候，其实也让很多乡镇来共同参与啦。那我们还配了一部胖卡车，那个胖卡车其实就是活动在图书馆里头进行，或者是在哪里进行，胖卡车是停在外面的。那当大家知道这样的一个分享，他听完了这样的分享之后，他如果有被一点点的激发或者是诱发，他就可以及时到我们的胖卡车旁边去做收录的动作。所以我们这次这样的回应也还不错。我比较开心的是说，我们在每一集量都。胖卡体现场数6个过程，工作人员会提顺后问问题，问主角莫按紧张。在现场的时候，可能因为环境的关系，或者说可能个性上，有些民众他比较稍微有点比较避俗一点，就是比较没那么主动的话，我们就会去稍微问他一下，说，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还是说想要分享的经验之类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那个是一些耆老，可能就是要小心他们的一些坐姿啊，还有一些讲话语气，对。因为他们有些耆老会有一些乡音，有时候会听不清楚。在录制的时候，我们会先现场听过一次，然后大概抓一个主要的主题出来。透过真人图书馆的发通，也有真人书主角下乡团拓展见面，利用谈团讲嘅互动，分享共同嘅生命记忆。这个真人图书馆的这个活动本身并不是台湾自创的，那个早在欧洲就行之有年，大概是从2000年的时候开始。那它最早的目的其实是希望说弭平这个人与人之间很多不同的这个意见，所以他希望说借由人跟人之间的发生，讲述自己的故事，其实可以弭平人或者种族之间一些不必要的纷争。其实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故事哈，每个人的故事都冇同样。其实每个人都人生都可以一本书哈，可能係睇本啊寫本，當然年紀過大，當然都過睇本。那種人生命係安尼坎坎坷坷、起起伏伏啊，當然都個情節都幾精彩，看起來都都安尼高潮迭起安尼啊。有人可能都安尼平平淡淡過一生人可能都感覺佢本來就什麼散文一樣安尼啦所以啊，咁多係有安尼發通啊，咁幾好啦。無論係記憶地位，也係同土地有關嘅生命故事，透過分享，調出並體日常生活當中嘅歷史、故事地位嘅共同記憶，韓國喺台灣也對土地上最豐富飽滿嘅資產。